新疆魔都六合魂。人酒咧创啥？赢我贵诶！哎，我唔相信讲你这个壁中壁吼，迄牛会报面照赔。吼，那袂想，你无知吼？我知啦，淡海之前啦，哎，你多赚乾坤啦！喂，你这条线断落哈！小等你，三劫，万望看我的面相吧。良药苦口令医病，甘言蜜语未行。我相信我所讲话你会了解。希望三劫，恁三人赶紧稳提江湖。相信壁中壁会当宽赦恁，吼，赶紧替阮江湖吧。讲啥？替阮江湖？迄专工要来甲伊相杀你呢？喂，昆仑元人，你就是护管英师，所以才会被武林风暴甲你赶落漩涡啦。公孙道兄，请到关河亭一谈吧。你先行吧，随我来，行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三劫，昆仑元人所讲，本山人有感。大概恁三人也有所觉悟才对啊！我两条路互恁行，第一条路是稳提江湖，第二条路是归顺赤我组织。放屁！你讲遐废话无路用啦！今仔日我天生专心要来为壁雕报仇，是，我如劫要为江湖洗清大海，啊，准备为天下肃清暴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恁三劫自唱自听，阿牛，互你试看我惊天魔道的威力啦！三魔一举先互你去。准备三十个走为上色，生命啊了。化多转乾坤。第四条的心肝咧，上山这个万恶不赦妖道，夜过警觉。讲啊讲啊啊！天性能够走。呀，听听响。请我迄项惊天魔道威力，看唾沫传体。注意哟！现在老和尚多子夭夭，春日如劫当着天生道劫，当壁中壁高峰。军将高峰，步步杀机，多来剑往昭昭地命。呀！啊！必杀！壁中壁，
现在天星甲这个儒杰已经对路绝崖，中着我的惊天魔刀要生还中原了。有看老和尚无？无看咧，老和尚多子夭夭，唔通放伊走。来人啊！手拿地界锁死啊！好，对杀！公孙道兄来到这个关河亭的所在，是一个真清静的地方啊！你甲看卖咧，四面周围都是青山绿水、弯堤河舞，这个就是咱修道人欣赏的所在。请问道兄，你对着这个道字，唔知有铁啊无吼？哈哈，你来这个所在，就是伫要甲我讲道心。哼，你若要讲道，让你先讲。是啦，咱是修道人，应该都要了铁道理啊。老子所讲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非常明，无明天地之始。有呢是明万物之妙啊。故常无，所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巧。此两者，当出而异名，当谓之贤呐。贤呢，贤是有贤，众妙之门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道就是像我啦，道，我是昆仑的开拓者。昆仑北端是我创立了公孙武道馆，道就是天，天为大，大为始，所以我做始祖，始祖为大呀，始祖为天啊，始祖为道呀。始祖，你千万唔通自大啦，都是无物体的物件，在天地存在进前呢，都有一项物件浑然而成，都是无形、无体、无声。既看不见，又听袂到，又摸袂到，是不生不灭、独立中存而永不改变，周行天下，不隔困待，而无所不在。世上一切事物，无不可以才能生生不息的。这就是可以讲是万物之妙啊。所以讲，道是最大，大是大到无极限啊。咱这个天地人，拢总有所学法。就是人为地所生在，所以当效法地。地呢是为天之所覆盖，所以当效法天。天呢就是以道所包含，所以当效法道啊。道以自然为贵，所以当效法自然呐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自然就是像温世祖迄款自生自灭，也像一个活死人，安尼有做自然性。道兄，温世祖归于自然，仍然是先天呐。但是后天的自然有人类的自然，人的自然的条件就是令强行数为不得啊。始祖，你欠自然，又推翻自然咯？啥物啊？哼！你有自然无？你的道地陷入天炎五缺，你就坐立不安。安尼啥物叫做自然？安尼啥物叫做修道啊？啊，贫道虽然未归自然，但我是未违反自然啊。我呢？始祖，你好像野心勃勃，想得要推翻三教真理，得要独掌天下。总有一天你都了解我的威力啦。过时。啊！我道在天炎五缺，生死未卜，天下大乱，仙界的惨亏，令人嗟叹啊！娘我贵我这头壳大点哦，就是有一个好处啦，内面拢头脑啦，对唔？像我饶天星啦，甲儒家啦，迄种无头无脑啦，无代无志，偏偏走去死，对唔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就是无头壳。
细顶若看袂破哈，定定就去拄着迄个朱神家。我呢哦逍遥自在，自在逍遥啦。老兄，你免怨叹咧啊！啊，恁两个死落去，往哪慢来甲我估估钱。啊，我大事这要甲化小事，小事这要甲化无事，一日无事是幸福。还无食菜咧食，75个。啊，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来甲伊享受一下嘿，娘我贵啊！哎咪精神实在有影拢打破因妈的金刀行，啊敢无代无志，朱成家又要甲我对调调。喂，唔卖对啦，你行你的路啦，啊我行我的路啦，恁妹无超过64吼，迄监路王袂请我去啦，哦。啊，你是盖管论定兼往赛，你去坐别人啦，好心的啦。啊，我若死吼，我有咱家己有钱啦，啊，卖大咧阿弥陀佛啦，嘿，好心的，卖对啊。啊，叫你卖对，你偏对，啊，你实在真惊我受气呢，你拍什么用吹掉的款呢？攞哪里啦，朱神家多谢啦，卖对啦，好心的啦，哈哎呦，先我做啊，叫人叫我小仔保平安啦。因为电话回毛对光阴走，然脱离迄个主神家，因若无咁样对调调，因为敢若唔免红讲，你免敢若起毛摆就死啊！你咧，哇，这个所在光景烧够赞呢！哦，这什么鹅啊？哦，鹅水我真清，哇，靠背啊，啊阿母鹅，遐个就是小姐了，小姐个底边，好大叫咧，个牙齿好山，遐尼漂亮，这唔知什么所在，哦，鸭那很大只，因娘我贵啊，自我老岁乡出东门，也毋捌看讲鸭母很大只，哦，拢伫水面啊游来游去咯，哇，游来啊，是不是啊？安尼咪，若要过这个河，拍算都爱一只鸭母，这鸭母真大只。安尼来甲载我看是载会条啦，比人较大只咧，你咧，有啊，我来啊，较紧我来咯，较紧嘞，我来。哎，你呐，甲我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你是倒位公棍真好大胆，敢来我这个阿毛寮的所在就要行窃，甲你送官治罪。姑娘啊，你嘛安尼看着人，你甲当作我贼啊呢？我敢贼啊呢？要无是怎样？你哪会要掠我的阿某？我要掠你阿某，我是讲要过一边啊，要甲你讲话，也都这个鹅咁样计较咧，当然。我若要烫三烫五起来收水嘛，对你无礼貌对。啊，这也无摆啊，也无准。我看这鸭真大只，我想讲看会当甲载过袂你咧？因为甲摸着头尔，就吐毋知啥货好臭腥味，因为就怎困去咯。这就是机关啦，机关啦。是，看起来你是食菜人，啊，你阁这么老啊，所以我相信你的话。以后你唔通过来这个所在冒险，这个所在就是我改管的。叫做鸭毛寮，叫做鸭毛寮，专门伫卖鸭毛、鸡毛，有酒干来烫马毛，歹当古下鸡毛、鸭毛、牛毛烫马毛，唔是啦，唔是毛啦，毛啦，妖魔鬼怪的毛，鸭毛寮是，所以呢，伫这个水底伫咧游，这拢总是鸭毛啊，鸭毛机关，机关，就是我摆的，你摆，哇，你姑娘你真强嘞吼。你唔知什么大名吼？我就是叫做阿母红河白兰地，不然的。你叫做阿母红河，恁翁唔做阿母呢？你靠边啊！什么我人阿母，我无嫁人啦。你无嫁人，是，所以人家讲阿母红河叫做白兰地，一名叫做不然的，不然的。你什么名？你唔能讲我回乡呢？我唔是回乡啦。你安尼甲我绑咧我咧讲话足袂自然咧。
啊，你唔就甲放开，啊，伊也行来我坐，也叫你的部下旁地来我说对，安尼我心平气静咧讲话，唔则讲会好势，我对唔对？言者有理，你唔是惨哦！啊，你敢若看人嘛知，诛埋善眼，对，大诛必兴怀，阿弥陀佛。好啦，甲你放，较济啦。哦，谢谢你。我唔是和尚呢，因为我出世就是爷孙娘娘安尼啦，无草毛啦，所以这做大自然的就对。啊，你什么大名啊？我做尤不认啦。尤不认啦。这个名熟悉熟悉。来开啊！你若是报纸有咧看吼，啊加减杂志若有咧眼啊，你就爱知影我的名。我就是光头皇帝，叫做尤不认啦。尤不认啦。啊，阿伯，你今年几岁？靠背啊，莫叫你阿伯啦，你咪输卡会甲拍掉哦。23。吼，啥输卡？听无准煞啦，都23就无唔对啦。安尼？你叫我大哥。大哥，你若叫我大哥，唔得差不多。你今年几岁？18啦。哇，歹算诶，好歹算啊你。谁来歹算？18年咧偌歹算。你哦3声就30啊，搁一个18，哇！你唔输8啊了。哎哟，你头壳扫有够赞哦！唔觉啊，你才知，耳孔搁有够来哦。大家都嘛安尼讲，高水呢。你无小气盐，菜脯紧你就罔加咸。啊，你是来遮创啥啦？做生意啦，贩卖珍珠啦。哈，你还伫咧贩卖珍珠哦？啊，是安怎哪会穿这个袈裟，哪像和尚呢？我讲互你听啦，即卖贼人哦真多啦。啊！我打扮做和尚，大家想讲我食菜人哩对，伊就袂来甲抢咧，所以啊，这就一种头壳嘛，对，迄头壳大粒，内面拢头脑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既然真出客，安尼咱会使交陪哦。哦，安尼是啊，请入来台地。哦，谢谢你了。我甲你讲哈，即摆若有人来咧问我。你拢讲唔通甲伊讲哦，我即马改名叫做尤不认啦，吼。若有人咧问，你讲这个所在无一个老和尚，你唔是和尚呢？唔是啦，我讲你听啦，大家拢叫我老和尚，但是你都唔能讲啊，遐冤仇人啦，一寡不法之徒都袂来相找啦。我踮这个所在啊，若讲无娶某，人会议论咧，所以啊。我来遮创啥？我来遮就是互你这个阿嬷了，伊这个阿母防护招亲，对，你48啊咧，我都甲你有点对咧。免你啦，我白讲啊，我都规世人拢唔嫁人就对啦。我守在这个阿嬷了，感觉快乐自在。要若是嫁人感觉有一个看类，安尼听有无？我听有，唔是啦，假了，假的，晓喏，迄是翁某名，娘无翁某行了。咱唔则讲，安尼这种尤不认啦，这唔是老和尚，对，人来咧问讲，这尤不认啦，是做位人，你甲讲，本地人啦，去迄个法国留学啊，即摆拢讲法文啦，这本地话拢总袂记哩啊。是安怎？他的本地话袂记哩啦？唔是啦，安尼人较袂问东问西，伊人若问东问西，唔过去转出来闹开咧。安尼喏，安咯。我甲你看吼，你拍算是有做啥物亏心事，也惊人甲你掠。阿弥陀佛，我若有做亏心事哦，你讲公事，你查某囡仔拢袂学落去，我咧拜托你的代志你唔做。好啦，你若是卖珍珠啦吼，做生意趁钱拢爱寄我哦。拢寄你，免生利息咧，钱拢互你啦，钱也袂使运豆油也袂食你。好啦，真多谢啦，他英男吼准备互我请。唔系啦，迄无食你都太过了，我过你请。我紧啦，互你请，是请入来，来去了。我叫你啥话？你就叫我相公。相公，娘囝。相公，假无紧啦吼，假无紧，kiss you。你哪呢？唔是这假，这人看了唔知会逼真。好安尼，有咯。相公，娘囝，你来食饭？来食饭了。经过749天，金王子未了解到这首诗的含义。在这个冷静的时阵，
已经了解到12太阳所新鲜不开，离地天人剑换得6手台意义了。我想到啊，这个12吼换得多6手，啊，这个就是锁匙孔。啊，我即马这个剑法吼，一定换得拢爱6手，得啊6手，换啊6手。离地天人剑，安尼人爱跳起来，离这个地面，用这个换得6手，安尼破这个12，若破会拄好，我看这个洞门绝对会开。哈，安尼无毋对，好，甲试一个看卖咧，yes sir。无法度，要哪有可能拄6手啦？啊，剑杀落去嘛拢断我，破落去嘛是拢规断的，这都要练甲拢拄6手，要若6手加1分也袂用哩，要若减1分也袂用哩，啊，靠腰啊，这实在困难重重啊！小水当通过天炎5法，这个若无该消灭，对我非常的不利，来收掉。现地真是轰动武林，惊动了江湖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李旭峰做我的根基地，我得要收敌六合三劫，斩死乌鹰，当着伊爱奴。命人探听到这个六合下落，甲乌鹰的去处，走人一道。面壁都壁，这个山家已经发现到第2公主爱奴了。好，爱奴来得好快。走过了千里沙漠，多情的爱奴呀爱奴，会追求理想的前途。情海，情海，情海，为何会起风波？自投罗网，必中必。自以来，看我铁我血汗，惊天魔道的滋味，小蛋的。必中必，你的罪恶定定塌塌，迄罪天无赦对呀！今仔日我大天行道，正义杀手，要来完送你的高苗。爱奴，与我并肩作战吧！来吧！紧张！现在爱奴当着乌鹰并肩作战，得收敌必中必，此计是毋是会当成功呢？请看续集，便知分晓。